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3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，以赛亚书59章第9节到19节，使徒行传第9章第1节到20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完全改变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了扫罗王得罪上帝的事，虽然经过了撒母耳的提醒，扫罗表达了悔改之意，但是言下之意，扫罗还是认为他的错是不得已的，都是因为人民的问题，因为他害怕人民才会去得罪上帝。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他并不是真心的悔改改变，他并没有完全的改变。相反的，基督徒应该是要被完全的改变，才能离开原来的样式，去领受上帝的恩典。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，他虽然受了呼召，跟随了耶稣，但是却没有完全的被改变。到后来就因为太过于爱钱财，因而就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基督。以赛亚先知说到以色列人民的认罪，以色列人说，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正义远离我们，公平不接近我们，我们寻求光明却只有黑暗，指望着亮光却只有幽暗。我们向盲人摸索，我们在白昼半跌，像在黑夜，像在阴间一样。我们都像熊嚎叫，像鸽子哀鸣，渴望公平却得不到，救恩远离我们。这一段似乎是以色列人民的悔罪诗，从惊觉自己已经远离了上帝的公平光明，也失去了指望。如同经文12节到15节所描述的，以色列人悔罪了，并且向上帝恳求。圣经说，上主啊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过犯，我们的罪正在控告我们，我们自知作恶多端，我们违抗你，弃绝你，不跟从你，我们压迫别人，离开了你。我们的思想谬误，所说的话都是谎言，正义已被赶走，公理不再接近，在公共领域找不到真理，也没有公道，一点真理都没有。不做坏事的人反而受坏人的欺负。在这里，先知宣告了上帝的应许和拯救，如同昨天我们在主日所分享的，上帝应许给人盼望，让人在死亡谷的绝望当中再次的有主的恩典同在，再次的得到救恩。以赛亚说，上主看见了这一切，他因正义灭绝而不悦，他惊讶竟然没有人帮助被欺压的人，因此他要用自己的力量拯救他们，使他们得胜。我要以公义做盔甲，以胜利做头盔。他要以报复做衣服，以热忱做外袍。他要按照敌人所做的报应他们，
甚至住在海岛的人也不能免。从东到西，人人都畏惧上主和他的大能。他要像洪水，像旋风一样来到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决心，再次的诚心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也是因为上帝原本就是怜悯施恩的上帝。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可以说是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，也就是一位原本非常凶恶、带兵恐吓基督徒并且迫害教会的人扫罗的改变。他从一位人人闻之丧胆的恶徒，被主的圣灵给光照而改变，成为一位大而有力的宣教使徒。他使耶稣基督的门徒犹大的表现，他跟他是完全的相反。犹大是一个完全没有改变的人，不但如此，他并且还想要利用耶稣基督的以及这个门徒团体来图谋自己的利益。扫罗则是完全的相反，他的生命是完全的被翻转了。我们看到从一位这个迫害者转变为宣教者，甚至是被迫害的对象了，完全是归属上帝，为上帝福音而活的人。就连使徒们都不相信他们所接触的是那一位以前迫害他们的人。当扫罗被圣灵的光照后，他就失去了眼力，没有视力。上帝呼召了他的仆人亚拿尼亚来关心照顾，并使保罗得到医治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主对他说：“你只管去吧，因为我拣选他来侍奉我，要他在外邦人、君王以及以色列人当中宣扬我的名。我要亲自指示他，他必须为我的缘故遭受种种的苦难。”于是亚拿尼亚去了，他进了那个家，按手在保罗的身上，就说：“扫罗弟兄啊，在你到这里来的路上，向你显现的主耶稣亲自差我来，要使你再看得见，并且受圣灵的充满。”立刻有鱼鳞似的东西从扫罗的眼睛上掉下来，他的视力又恢复了。于是他起来接受洗礼，吃过东西之后，体力就恢复过来。因为扫罗所领受的救恩以及呼召，当他得到医治之后，就热心勇敢，并且积极的传扬主复活的福音。扫罗在大马士革跟门徒一起住了一些时候，他马上到各会堂去宣讲耶稣，说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从扫罗，我们说保罗，他的全然改变，我们看到他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完全的将生命交给主所使用。是否我们在面对教会的财产、空间的使用、教会决定的事项，我们都以个人的角度来思考，或者是以上帝的呼召使人得益处，遵照上帝的旨意，就如同之前所分享的，有人总是存着消费的心态使用教会呢？
只求自己的权利，极少谈论上帝的呼召与自己的义务，这样是完全改变的生命吗？我们用诗篇146篇来做今天的祷告。要赞美上主，我的灵啊，你要颂赞上主。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，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。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，不要信赖必朽的人，他救不了你们，他们一死便归尘土，他们的策划当天就变成泡影。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的有福啊！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！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他始终坚守他的诺言，他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，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，上主使被囚的人得自由，使盲人能看见。他扶起被欺压的人，他爱惜正直的人，他保护寄居的人，他扶助孤儿寡妇，但要挫败邪恶人的诡计。上主要永远作王，锡安哪，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，要赞美上主。